1000下不敌不达不，好别好，有个人足好做生意，先卖货是师啊，收钱才是师傅啦，收钱才是师傅。啊，你下啊直直去，啊结果遐收无，啊不是等于弄去啊，对无？啊你讲啊收无，有个人你啦打折互你现在现好无？啊但是这拢是古早的迄落，啊你一定爱成本控制好，你控制无好袂使啦。别人的钱做生意，啊若要用摆讲起来，拢嘛是别人的钱做生意，对啊。啊，银行嘛是别人的钱，伊甲中央银行借钱，借迄个低利率的，啊再放互恁伊读咧，对无？啊，都伊有风险，迄个物件卖出去，卖10块，啊卖7块，毋就了3块，啊则宣布倒过bankrupt， 啊，大家再来讲啊。大家再来债务会议啊，则行3成，行4成，啊，结果伊还佫赚3成，这往往拢有这啦。啊，他讲着做别人先，听讲啦，孤隐其名啊，啊都，我这嘛是3、4年前才听，伊讲有一个大间公司嘛是安尼，公司遮大，即摆你比如你交伊啥物件，你交啥物件，你即摆一个月交请钱，出都捌得袂使，都爱等下我这装 assembly， 都爱装好，出口去，你再来请钱，你若来请钱，搁开半年。开半年，伊就是有迄款门路。你若要累钱，就去因咧姨太太遐，是迄边大太太遐去累钱无？反正伊赚利息啊。这种 case 很多啦。